这次你就放过我吧。可是我并不打算放过你。我现在有个坏消息和一个……先说坏的。我们虽然搞定了陈董，算上董事会一共有2票支持，但是根据我的了解，董事会其他成员，包括杨董，此次对你的表现都非常不满意，估计得到他们的肯定难上加难。那好消息呢？没有好消息，我的意思是一个坏消息和一个更坏的消息。哎，你听我说完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没错。眼下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线生机。Alex， 对啊，我们当时就是拿10%股权跟他进行置换，只要 Alex 现在支持我，也许我们还能够挽回局面。他现在怎么样？有回应了吗？但坏就坏在这里，董事会那些人不支持你，原因就是因为 Alex 至今没有表态。我必须尽全力争取到 Alex， 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Marry Me 是 Alex 为了纪念他妻子而开的品牌店，所以如果说我们因为其他的事情欺骗他，倒还好说，但我们一开始就是因为感情在欺骗他，我觉得他可能没那么容易原谅我们。所以我决定飞趟米兰，亲自当面向他道歉，请求他的原谅。我跟你一起去。这次情况比较复杂，你还是留在家里等我的消息。这次的事情是我们2个人一起犯的错误，所以应该由我们2个人一起去弥补，而且要搞定 Alex 少了我怎么行？好。订票吧。你早就计划好了？没有，这个是为了应付情侣间某些特殊情况而提前准备的。什么特殊情况？就比如说我们俩吵架了，然后我需要离家出走，但如果说还要收拾行李就会特别的尴尬，所以我就提前都准备好了，一吵架我就可以马上走，是不是特别贴心？贴心，真贴心。贴心的我都想给你一些奖励了。太客气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想着离家出走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这次你就放过我吧。可是我并不打算放过你。